大家好，我係琪琪。嚟到呢間深水埗總店嘅淘多多深水埗站 D2 出口，呢度嘅職員介紹產品細心又專業，勤快又有禮。特別係着黑色背心嘅四眼哥哥，仲有總店呢度有最新超抵嘅貨品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記得睇埋廣告，唔撳略過或者 skip 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。仲有訂閱我嘅頻道。如果你中意去旅行，咁就啱啦。今集介紹超抵嘅旅行個人護理用品。一套4件嘅枕具啦，咁應該係有2個枕頭，一個被套同埋一張床單，而且佢係雙人款嚟嘅喎，有成230cm 乘200cm 咁大咁闊嘅喎，咁咧佢係攞咗專利嘅，佢係親膚透氣啦，同埋好柔軟啦。咁而家佢呢包咧係真空處理嘅，一次性嘅啦，咁係用優質嘅無紡布去做嘅，咁啊方便攜帶又衛生啦。套4件裝嘅，一次性嘅19蚊嘅啫。我出口日本嘅一次性嘅毛巾啦。咁咧佢係用不織布做嘅，而且佢係天然成分啦，用100%嘅植物纖維嘅喎。咁咧佢一 pack 咧就有2條毛巾噶啦，一條細一條大。咁 size 咧就係30乘60cm 啦，一條就係另外一條咧就係70乘140cm 嘅。咁天然嘅毛巾咧好舒服啦，同埋咧佢係對皮膚咧係友善嘅，同埋佢吸水性啦好強嘅喎。一次性嘅毛巾、浴巾套裝7蚊咋，一次性嘅2條毛巾啦，一大一細嘅。咁咧佢係冇熒光劑嘅喎，厚實啦，同埋又衛生。一次性毛巾、浴巾套裝8蚊。佢保質期咧可以用到3年咁耐嘅喎，買定都唔怕，擺屋企隨時去旅行去玩都可以用啊。呢度咧有另一款咧就係一次性嘅馬桶墊啦，咁啊就唔使自己抹得咁辛苦啦。如果係去酒店啊，用呢一個咧就乾淨衛生，一包咧就有10片嘅。咁個樣咧就喺個圖裏邊咧顯示到啦，係方形嘅，然之後咧中間咧就係啱啱好咧喺個廁所半邊形咁樣。另外咧佢材質咧都係用優質嘅木漿紙同埋 PE 膜啦，咁係防水嘅，同埋咧隔污糟啦。如果個板面好凍咧，咁佢都可以咧就係防止涼親你嘅肌膚嘅喎。佢生產日期咧都係今年1月嘅啫，保質到3年嘅喎。呢款旅行一次性嘅馬桶墊咧，一 pack 有10塊，只係7蚊咋，1蚊都唔使1塊啊！你話係咪超抵咧？咧有另一款咧就係一次性嘅浴巾啦，咁啊佢嘅 size 咧就係70乘140cm 大嘅，咁啊都算幾大喎，好似我咁樣170零 cm 咧，咁啊都夠晒我用啦。咁啊而家咧呢一包咧嘅浴巾咧只係賣5蚊啫，佢係用純植物纖維製造嘅喎，係仲要係棉嘅植物纖維喎 ，cotton plant fibre。咁啊佢係吸水性咧係超強嘅，咁而且咧好環保啊。咁佢應該係出口歐洲嗰邊㗎啦，見到佢有出口英國嘅英文字啦，仲有西班牙文啦，仲有俄羅斯啊 Russia。呢款嘅毛巾咧係只係賣5蚊啫。呢度咧有另一款咧方形嘅加厚壓縮毛巾啦，咁咧佢一 pack 咧裏邊咧有20粒咁多嘅喎，即係有20塊毛巾。咁啊 size 咧就係24乘30啦，咁細塊嘅毛巾可以咧帶去抹汗啦，或者係朝頭早洗面啦，夜晚洗面咧都可以愛嚟抹下塊面啦。佢係用咧純植物纖維棉咧嚟做嘅，咁啊夠晒環保啦，同埋咧佢吸水性咧都係好強嘅喎，而且寫住咧係不掉毛啦，同埋不刺激皮膚嘅喎。咁我一包有成20粒，即係20塊嘅毛巾，只係8蚊咋，哇！呢個好抵啊！如果你去旅行想洗你嘅內褲咧，咁呢度就啱啦，有咧就係一次性嘅內褲啦，呢個係女士款嘅，有一包有5條啦，已經咧消毒滅菌噶啦，超透氣嘅喎。佢咧係用純呢個植物棉做啦，咁啊應該睇嚟都係出口日本噶啦。咁啊如果生 BB 啊待產咧去醫院嗰度都啱用喎，咁啊唔使洗啦，咁就方便啦又衛生，而且咧呢度有晒 size 啦，佢有分 size 嘅，有中碼至到3加大嘅。咁啊呢度咧就係你可以睇翻咧你嘅腰圍係幾多啦，然之後又睇翻你嘅體重係幾多。咁留意咧，譬如呢個90斤咧，咁嘅意思即係咧45公斤啦。咁啊呢個係冇熒光劑嘅喎，仲有咁啊，而且佢保質期咧用到3年啦。咁啊一包就有5條，而家咧係賣15蚊啫。呢一款嘅一次性內褲女士5條裝，你話係咪超抵咧？咁有女款嘅，咁當然有男款啦。咁啊同樣啦，呢一款咧一次性內褲男士5條裝嘅咧，咁啊
都係咧用呢個植物棉做嘅，而且咧係已經殺咗菌噶啦。咁啊，超級透氣啦，咁啊，佢亦都有唔同嘅 size 分啦，睇翻你係腰圍係幾多啦，而同埋睇下你體重幾多咧，就推算到咧你係着咩碼啦。咁啊，亦都係有碼分嘅，去旅行就啱晒啦。咁舒服嘅內褲，而家咧都係一 pack 5條，賣15蚊啫。喺下邊個籃嗰度咧，發現咗呢度有一條嘅內褲啦。咁啊，佢係純白色啦。咁應該係呢兩個款嘅內褲嚟嘅。咁啊係，哇，好舒服，好柔軟喎。而且個橡筋都好有彈性啊，好舒服噶。咁你都可以咧嚟呢度睇嘅時候咧，望下呢個 sample 啦。旅行便攜襪，咁啊唔想洗襪咧，咁呢度就啱啦，連襪都有啊。咁就係方便你旅行用啦，而且佢係用棉嚟製造嘅 cotton， 所以後邊咧個包裝咧睇到咧嗰個襪嘅樣係點樣啦。咁啊睇佢都係純棉嘅樣啊，同埋好舒服喎。攞落上去 pack 咧有5對襪嘅，而且又環保，只係賣8蚊嘅啫。呢個一次性嘅短筒棉襪，一次性嘅拖鞋啊。咁啊冇分 size 㗎啦呢個，咁啊係純白色啦，而且係waffle 格仔嘅表面啦。咁啊睇翻佢啲車線啦喺呢度，咁啊而佢後邊咧都好似係好防滑嘅喎，都好似幾舒服咁喎。次性嘅拖鞋咧，只係賣6蚊咋。佢仲有咧就係納米霧狀化妝嘅噴霧瓶啊，咁啊100毫升嘅，咁啊睇佢材質咧都好唔錯喎，而且咧撳落去咧都好舒服，因為佢圓形嘅面咧係夠闊啦。咁啊，如果你係愛嚟咧，譬如放一啲嘅化妝水啊、爽膚水啊，咁就啱晒啦。而且佢都幾大樽啦，有成100毫升咁多噶，就係賣5蚊咋。我呢度有款咧旅行便攜分裝套裝，咁咧一套咧有成5件噶喎。有呢一個擠液體噶啦，可以放一啲護膚液啦。咁啊呢個係噴霧裝嚟嘅，噴啲爽膚水啦，收縮水咁啦。咁啊另外仲有一樽咧，就係可以擠啲液體出嚟嘅。另外仲有2個圓間狀嘅盒啦，咁可以放眼霜啊、面霜咁樣嘅，一 pack 咁靚嘅旅行套裝，只係賣6蚊啫。除咗白色咧，佢仲有粉紅色噶，望上去咧好開心啊！去旅行用粉紅色嘅分裝套裝，心情升級啊！後邊咧亦都有一啲嘅資料咧係關於唔同嘅樽啦，係個 size 係幾多啦，可以載到幾多液體啦。如果頭先嗰一套5件裝唔夠用嘅話咧，咁啊呢度仲有旅行便攜分裝套裝係一 pack 咧有7件咁多嘅喎。可能咧你需要咧好仔細嘅潔膚啦、護膚程序啦，咁咧呢度就啱啦。有咧有一樽咧就係液體嘅啦，呢樽咧就係噴嘅，有2樽噴添啊。咁同埋咧送埋一個咧透明膠嘅一個豆啦，咁方便你咧由大樽分裝到去細樽度，咁就唔會倒瀉咯。哇，好細心啊呢個設計。仲有咧2盎啦嘅圓柱體嘅，可以放眼霜啊，或者其他嘅面霜啦。咁咧另外仲有2樽咧放你嘅洗髮水啦，或者係護髮素啦。咁而家一 pack 有成7件咁多嘅分裝套裝咧，咁只係賣9蚊啫。呢度咧有旅行裝睡眠3件套啊，咁啊一 pack 咧就有晒3樣嘢，有呢一個嘅頸枕啦、眼罩啦，仲有呢個耳塞喎。哇，呢個好貼心嘅設計啊！喺飛機上面咧好舒服咁樣去瞓一覺或者休息下，唔會受到噪音騷擾啦、光嘅影響啦，而且仲護住你條頸添，只係賣9蚊咋？你話係咪超抵咧？出口日本嘅，方便攜帶裝嘅竹鹽牙膏嚟嘅，預防牙周病啦，同埋防止口臭嘅。埋個透明盒俾你啦，乾淨衛生。日式嘅便攜牙膏套裝咧，而家只係賣6蚊啫，係咪超抵咧？咁呢就係黑人牙膏啦。哇，我好耐冇用黑人牙膏啦。我由細到大咧，我媽咪都好中意用黑人牙膏嘅，因為成日有優惠啊。咁而家咧佢有呢隻咧，就係透明膠袋嘅牙膏套裝啦。咁啊，呢隻牙膏咧就比頭先日式嗰款咧就多少少容量嘅。咁啊，除咗藍色之外咧，仲有綠色啦，仲有粉紅色嘅。咁而家咧就係賣緊10蚊一 pack，佢係雙重薄荷嘅喎。咁佢用天然薄荷葉啦，咁所以咧佢係好清香嘅薄荷味啦。呢度咧仲有一大包嘅3M 牌子啦，就係抱棉耳塞啊，一 pack 咧就有10對咁多喎。你估下幾多錢？哇！真係平到你唔信啊，就係10蚊啊！呢款嘅3M 耳塞防噪音，而家我都好想戴呢防噪音，因為後邊啲喇叭好犀利啊！呢度咧有款咧就係防水嘅沐浴帽啦，可能你去旅行嘅時候都需要用到佢啦。
咁啊，而家暫時咧有呢一個波波嘅花款啦，綠黃色嘅波波，咁有彈性嘅呢度，咁啊而且好輕嘅，好適合佢帶去旅行用嘅。咁而家咧就係賣緊6蚊嘅啫。呢度咧有款咧便攜裝嘅藥盒啦，咁啊佢一盒咧就有8格嘅，係防潮嘅，蜂蜜嘅。佢除咗咧有呢個盒之外咧，外表有個盒啦，佢裏邊咧仲有分格嘅喎，所以咧應該係好防潮嘅。咁去幾日旅行用呢一款就啱晒啦。佢總共咧有2格大啦，同埋有6格細嘅。咁啊可能需要帶一啲重要嘅藥啦，或者一啲營養啦去旅行。咁啊而家呢一款咧就有綠色之外咧，仲有呢隻藍色嘅呢一款可攜式嘅8格防潮藥盒咧，只係6蚊。呢度有款啦，就係剃鬚刀啦，咁佢都係即棄款嚟嘅，就有3個刀片嘅。咁啊，仲有咧，佢好處咧就係佢有維他命 E 啦，同埋蘆薈成分啦。咁啊，佢一包咧就有5支嘅，而家係賣緊6蚊啫。呢度有另一款咧剃鬚刀咧，就係橙色嘅，咁佢係雙刀設計啦，一包咧就有5支，咁佢都係即棄嘅喎，係賣緊咧6蚊。款咧係好靚粉紅色嘅剃鬚刀啦，一 pack 咧有4支，咁啊佢係3刀設計嘅，一次性女性剃刀4蚊。我呢度有款咧就係補充裝嘅剃鬚刀啦，佢係有1支柄嘅剃鬚刀，配上咧20個替換裝嘅剃鬚刀。哇！呢個夠晒環保啊，唔使用完個柄咧就即刻抌。咁而家咧佢係賣緊10蚊咋，10蚊有20個剃鬚刀喎，替換喎，咁即係5毫子一個剃鬚刀。哇！你話係咪超抵咧？咁呢一款咧係雙層嘅剃鬚刀啦。原來有呢個蘆薈潤滑嘅喎，超滑條喺度嘅喎，真係等你剃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滋潤同埋順滑咯。哇！咁都幾好喎，而且佢係旋轉刀頭嘅，咁就容易替換。咁呢度咧就有啲字同埋圖示咧教你點樣換啦。哇！咁呢個超值啊，真係。呢度咧仲有一次性嘅床笠啦。佢係1.5米床用嘅，一般嚟講單人嘅都啱用噶啦，係無紡布嘅，同埋咧佢係咧防水透氣嘅喎，好大張床都啱用，仲有佢係防靜電嘅喎。咁呢款咧一次性嘅床笠咧只係賣9蚊。呢度咧有款咧旅行衣物收納袋啊，咁咧佢一包裏邊咧一 pack 咧就係有6個袋咁多喎。咁我哋睇下咧有啲咩袋可以載到啲乜嘢啦。咁咧有細中大加大嘅。咁睇翻啦，原來細碼啦可以載呢啲物品啦，啲細件嘅個人清潔用品啦，同埋啲內衣褲啦。中碼咧就可以放短袖衫啊、長褲啊，仲有啲內衣啦，仲有男裝鞋啦。咁大碼咧可以放啲高踭鞋添，同埋一啲短外套啦、連衣裙啦。加大碼咧就可以放長褸添。哇！一盒咧就要有齊6個袋咁多，而且佢係防漏啦、防水啦，同埋超輕嘅喎，方便攜帶又可以摺。咁咧呢一款咁實用嘅旅行衣物收納袋咧，哇！而家只係賣8蚊咋。呢度咧有另外一款咧就係馬桶墊啦，都係一次性嘅，一包咧就有5個嘅。咁咧佢係藍色嘅應該。咁啊佢 size 就喺呢度啦，40×46cm 啦，適合咧幾種唔同型嘅馬桶形狀啦。咁啊佢嘅材質咧係 PE 做嘅，咁啊方便去旅行啊、出 trip 啊，咁啊超輕嘅。咁啊呢一款咧就係5蚊嘅啫，咁即係1蚊一塊喎。呢度咧有款咧係一次性嘅浸浴袋啦，咁啊放喺浴缸嗰度嘅。咁如果你去旅行啦，或者去浸浴咧，個浴缸好污糟咧，咁你都可以用呢一個一次性嘅浸浴缸袋啦。後邊咧就有中英文啦，就係使用方法嘅。要整濕少少嘅邊緣啦，然後咧就拉開佢啦，然後就注水入去。咁用完咧，佢就話咧整穿個袋咧就 OK 噶啦。咁咧佢嘅顏色咧係透明嘅，咁咧佢嘅 size 咧就係大約咧120×260cm 嘅，一包應該係都係1個嘅啫喎，獨立包裝係啦，係4蚊嘅。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仲有訂閱我嘅頻道。拜拜。